以后你拢甲维修一下咯，咱嘛吼，在咱收个可能收个困难吼，加进去做来收，卖东西。我怀疑其实讲，这个维修变出来啊，我怀疑这个随时变什么？刚发现我咱用学堂啊，是不是用迄个考官啊？就是必须按后边迄个是话就讲袂出来啊，但可能验无对，这个考官验无对嘛。所以呢，随时出现的。
咱大家拢一定会经验啦。所以国民在这年之外，咱这条历史啊，讲重点上，讲话是知影，啊嘛讲话当伊个要解讲，去就是讲哦，遮重要，讲话就是遮重要，好话较歹个中间哦，咱一定爱得时刻，得时刻就对啦哦。所以一个君主啊，甲一个小人，你主要讲君主所讲的，甲小人所讲的话，从地位啊，你要看一个正人所讲的，甲一个邪人所讲的，从地位啊。一个有德性的人，甲一个有德性的人讲的，从地位啊。一个有操守的人，甲一个有操守的人讲的，从地位啊。哦，所以呢，这个人讲哦，靠。所以